为您请出我们的明星歌手根嘎。藏戏。他这个说唱的调调特别舒服。
谢谢根哥。谢谢根嘎，根哥好棒哦！下面的观众都沸腾了，谢谢根嘎。谢谢谢谢。在我们的舞台上看到了藏戏，杨林啊，有唱藏戏的，然后有打鼓的，都是我们看到真的很原生态的一个演出。没错。带着这些好朋友来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出形式？他们是这个很老远的这个从西藏过来，然后就是我们彩排了，可能有个1个星期左右吧，然后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熬着也做的，因为囊妈这个呢是非常古老啊，刚才那个是刚刚这个呢叫这个藏戏，藏戏可能有个7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。哇！啊，所以说他的这个说的、唱的，然后身上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棒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